好，咁多位家長、學生，你哋好啊！咁啊，又到黎 Sir 小教室嘅時候啦。咁今日咧又同大家講一講咧一啲嘅關於考試嘅策略咯喎。咁而咧收到陸陸續續咧收到好多家長咧要求我哋幫學生咧就操卷啦，咁收到一啲嘅範圍啦。咁所以順帶咧就係提一提咧，收到考試範圍嘅家長咁啊，盡快聯絡中心或者我哋嘅導師，咁可以安排學生咧就住嗰個考試範圍咧就同學生去温一温書嘅。咁而咧，今次收到有啲學校咧，佢今次考嘅就係一個名人傳記。咁好多學生咧學完之後，都往往會分辨唔到底名人傳記同人物描寫有乜嘢分別咧？咁樣咁，所以今日咧想趁少少時間咧，搞清楚翻呢個概念，乜嘢叫做名人傳記嘅？咁首先咧，所謂嘅名人傳記其實係屬於一種文學嘅題材嚟嘅。其實佢都係描寫一個人，不過個分別就係描寫嘅對象係一個名人。而所謂名人咧，其實基本上咧，就算冇一個好清晰嘅界定，但係基本一個常識嘅認知都知道啦，就係一個人佢嘅行為、佢嘅成就係能夠影響呢個世界嗰個嘅發展嘅，我哋先能夠叫佢做名人，即係唔係話街邊啊執紙皮嘅阿婆啊，喺街市菜檔賣菜嘅芥蘭強啊，咁嗰啲就叫名人，唔係嘅，得唔得啊？咁所以一陣間會講咧，名人傳記咧喺嗰個嘅文章嘅鋪排上邊咧，有佢一個獨特嘅展現方式嘅。OK，咁你見到啦，名人傳記係文學題材嘅一種啦，係記述咗一個名人嗰個經歷、生活、精神特質嚇，同埋成就，同埋又都係會反映翻佢嗰個嘅時代背景啊。因為畢竟個時代背景同嗰個人咩人先會生產出嚟嘅係有一個獨特嘅關係㗎嘛，係咪？好啦，咁至於咁啊，俾你睇一睇咧嗰個範例啦。嗱，呢度咧係屬於一篇嘅名人傳嘅第一段，咁啊睇一睇，同我哋平時睇嘅人物描寫有乜嘢分別咧？我俾5秒大家去睇一睇。有啲心水清嘅同學咧，佢都會答到我呢個問題嘅，就係通常嚟講咧，人物描寫第一段咧，如果有學過作文嘅話咧，咁就我哋就會知道係一定要包含住最少4句嘅肖像描寫。不過名人傳記，除非佢嘅成就同佢嘅外表有關係嘅，例如舉個例子，查理卓別靈嘅，咁你就要描寫佢個樣。反之，一般嚟講，名人傳記有個特權，就係佢唔使跟人物描寫嘅規格，第一段係唔需要寫個嘅肖像描寫嘅，只需要咧去略略交代咗你所介紹嘅名人係屬於邊個界別入邊嘅有傑出成就嘅人物就 OK 㗎啦。好似呢一段咁樣係屬於介紹居里夫人呢個位嘅名人科學家。佢嘅生平事蹟嘅時候咧，咁所以就第一段就會安排作為一個序言段啦。咁至於啦，翻考試咯喎，通常嚟講俾得名人傳記你咧，一定會問㗎啦，唔使諗㗎啦，會問你呢篇嘅文章符唔符合名人傳記嘅要求啊？好多時候我都會教學生，嗱，你記住名人傳記有嗰幾個條件，你寫翻出嚟，你邊幾個條件啊？你背咗個 keyword 佢，嗱，好似而家呢度同你分享一下嗰個考試嘅策略咯喎。嗱，你見到整第一件事，我哋話呢篇文章係符合名人傳記嘅要求嘅。點解啊？因為文章入邊有介紹人物嘅生平事蹟。第二，亦都有透過一啲具代表性，所謂嘅代表性，即係話同佢嗰個嘅優點，佢嘅性格係有關聯嘅。因為人生匆匆幾十載，有好多件事㗎嘛，你邊寫得到咁多啫？有啲個閒事你就冇代表性嘅就唔使寫啦。但係我哋去講一篇嘅文章係符合名人傳記嘅，有個 keyword 要出現嘅，生平事蹟要出現。代表性嘅事件要出現，而最重要嘅就係乜嘢啊？就係話佢從嗰啲嘅代表性嘅事件咧，能夠反映出讓讀者去了解呢一位名人佢嘅性格同優點，因為佢嘅性格同優點正正係能夠令到佢成功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嘛。所以但凡收到名人傳記，我哋要識得辨識嘅。總結一次，第一段冇肖像描寫，出現個名人嘅名字嘅話，就係名人傳記啦。第二就係一定會問名人傳記嚇，即係話呢篇文章符唔符合啊？記住呢一版3個 keyword：生平事蹟、代表性嘅事件、性格同優點。
就知道能夠完整咁樣去回應翻嗰條題目㗎啦嚇。咁所以呢，記住啦，從今日開始，我哋就能夠辨識得到名人傳記同埋人物描寫嘅分別啦。OK，好，咁啊，今堂呢，同大家講到呢度為止，咁啊，下次再有啲考試策略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OK，好，下次見，拜拜。